这年小强大嘅武功，拿到武林民族嘅皮下拍，喺流浪江湖多年過後，總算賺到嘅當屬是嘅家業，嘅一本寫惡上開嘅家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可客棧，哈哈客店。講到有名嘅客家莊，南霸天當然就係當有名嘅條隊，佢稱霸北台灣嘅想都唔是想，當然就係原來就係一種冇一隻稱呼，就係台灣北部嘅客家人吼。雖然啲土著嘅神奇又當到客家人，唔過一啲客家莊之間冇太多嘅聯繫，都係講係強勢嘅文化社區。唔過唔是嘅啦，各位朋友詳細看啊，就會發現北部客人大部分其實走一條路吼，冇唔錯，就係按呢台山線。一條台山線故事當多哦，睇前國同時下嘅台灣，以北部開山探難嘅客家人，因為來台灣看晚，海州大叔也係沿用嘅習慣，差咗地健康健康開，將你開到嘅漢飯搞基，一對客人老年中意朋友來過，一邊愛賺各種生存空間，一邊冇本人創造獵場，廚房平平平平，唔是愛上互不相讓，自己可以表上表示嘅生死之戰啊！比如地方人出名，奇怪政府老民嘅就做起嘅防疫公司，也就會所謂嘅愛，給防數嘅people就會愛用，給一條防疫線，用起台上就低，就按做愛用線。日治時期，總統府還開始做圖像貼描，還反同戰爭推薦愛用線，一直到年最遠鋪路都俾人束縛嘅，愛用線將下台一鞠躬，不離反通路幾台。做法俾個政府過後，一條路有新嘅變好，也就可以當有名嘅台山線。每一位一條噼里啪啦嘅故事，台山線就變做其實客家莊嘅重要條路。我有透過一條路來接下一片嘅客家莊咯。呵呵，上來個能見圖，當然先期盼這天大家 celebrate 一下啦。這天就像標天花炮瓊瑤，唔但將東卡做得看到神好，還做得想到東東熱潮，好棒啊！高雄鎮就自家期盼發通，從開北部嘅炮風節、新埔嘅赤標文化節、女版嘅亞強花節，地方是90下莊這天過後，就算有中央政府特別期盼文化途中沒有需要客家莊嘅突發之類，比如提振北台灣客家文化，政府沒推動，唔聽到談過，唔過冇談過，也係沒談過嘅浪漫台山線計劃，希望下啲一條北部嘅主要幹道，讓客家文化同產業串聯起來。啲民間老政府強下努力之下，都在做啲狀態，採取客家文化嘅現代，同時啲產業老文化發展中起得頻繁，enjoy 繼續看下去咧。講到人，皮下拍老流浪多年好多嘅武功，教本俘虜勇氣。雖然唔敢想大殺都好一波切實武功，唔過香港要下實力，而除非家人嘅時間，向前都做得準備好，愛保庇家人。